今年兩會釋放嘅信息好多，亦都好重要。咁因為今年咧係15嘅開局之年，咁入邊嘅描繪嘅一啲政策措施、一啲藍圖，其實我都好留意。作為一個地區工作者咧，我都好關注一啲民生規劃嘅一啲措施啦。咁當中咧，我又留意到咧，政府工作報告都有提出咧，要構建咧生育友好型嘅社會。大家都好留意一個生育率嘅情況啦，都好關注我哋家長喺經營家庭時候嘅一啲壓力。咁我覺得呢個提出咧，展現咗我哋國家咧有一個長遠嘅目光去審視呢個問題。咁對於港澳地區咧，我覺得同樣都係好具一個啟發性嘅。特區政府咧係關於對於家庭啊、對於生育方面嘅一啲支援咧，都係好充足。作為一個區議員啦，咁我嘅角色係上情下達、下情上報。咁我會將政府一啲相關嘅資訊同埋具體嘅措施咧，話到俾我哋嘅市民知道啦。同時亦都會收集大家嘅意見咧，反饋俾政府。咁我作為區議員咧，同樣咧都係有開展咧符合市民嘅需求嘅一啲活動同埋服務。咁所以我都會咧去開展相關嘅服務。咁包括我自己主持嘅油尖旺家長學院啦。我哋都開展咗大量嘅課程同埋一啲活動咧，俾到我哋家長群體，讓佢哋咧可以用正向嘅思維咧去教育子女經營家庭，希望咧去減輕佢哋喺經營家庭同埋照顧子女方面嘅一啲壓力，咁從而咧一齊咧去構建呢個生育友好型嘅社會。